我係一個屠夫，喺20歲嘅時候，我喺長沙灣屠房做嘢嘅，每日要劏5600隻豬、130隻牛同埋幾隻羊添。嗱，呢度係長沙灣屠房啦。嗱，呢度有告示牌嘅，警告啲工作人員小心地滑啦。嗱，呢度係出口沖涼嘅地方。嗱，呢度係宰過啲出口嘅地方。嗱，啲工作人員喺度宰殺出口啦。嗱，呢啲出口喺度等待宰割嘅地方啦。呢度係人道毀滅貓狗嘅毒氣室。唔知點解喺我30歲嘅時候，身體就唔多妥，加上樣樣都唔順利，例如賭錢被贏過啦，或者係頭碰着黑啦。有朋友叫我去拜下黃大仙，叫大仙指點迷津。據講黃大仙有求必應，咁事不宜遲，即刻走去黃大仙上返支香，求返支好簽啦！我一生都不信鬼神，以前亦未求神拜佛，但那時既然時運不齊，姑且信下大仙啦。我揸住個簽筒去到黃大仙像面前，清除雜念，集中精神，想住要發問嘅問題，念念有詞，求翻支自身簽。結果我求得一支11號嘅上簽，簽文詳情呢已經記唔起啦。咁但係其中有2句我而家仲記得起嘅，咁大約係叫我放下屠刀，立志向佛。所以我辭去咗屠房嘅工作，轉去揸的士啦。咁身體嘅毛病呢，就不知不覺咁樣冇咗啦。咁連運氣都越嚟越好啦。咁由初時揸人哋嘅的士，後來呢就更擁有自己嘅的士。咁因為呢運氣好啦，同埋識把握機會，咁依家呢我已經有幾架的士同埋幾架火車啦。咁我回想30年前，因為得到大仙嘅指引，放下屠刀，立志向佛。咁依家呢，我更食埋齋添。咁我每年呢都去黃大仙拜2次神嘅，一次就係年頭許願，第2次就係年尾作福還神同埋做埋善事添。